呢一個教學生光合作用嘅網站，有完整教學內容，有互動元素，亦都有評估問題。今日我哋睇下點樣用最新 AI 工具，用一段 prompt 再等3分鐘就可以輕鬆做出嚟。我哋用嘅工具叫 Cursor， 本身係一隻編程工具，我哋將會善用佢嘅自動化功能。首先我哋去到 Cursor 官方網站，揀選適合我哋嘅作業系統下載。完成之後，我哋打開電腦入邊其中一個空白嘅文件夾。然後我哋需要打開 Chatbox， 話俾 Cursor 知我哋想做咩。喺 Mac 機上可以按 Command 同 L， 喺 Windows 機就係 Control 同 L。之後就輸入我哋想製作嘅教學網站嘅要求。我哋想網站需要有完整嘅有關光合作用嘅知識，同時想加入一啲互動嘅學習活動，最後加一個小測驗俾學生。喺製作過程，我哋想 Cursor 自己考慮需要用乜嘢工具去編寫呢個網頁，同時自己畫插圖，唔需要依賴其他網站以及冇版權問題。最後我哋叫 Cursor 唔使停低問我哋意見，自己一直製作，直至完成為止。經過大約3分鐘之後 ，Cursor 已經將網站做好。過程入邊我哋唔需要介入。而家我哋一齊嚟睇睇呢一個互動教學網站嘅功能。互動嘅部分 Cursor 設計咗 Drag and Drop 嘅小測，俾學生揀選光合作用所需要同產出嘅化合物。最後評估部分有5條選擇題，學生答完之後，網站會自動批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點樣運用 AI 工具，用嚟幫助科學科嘅學與教，歡迎參加我哋中心為教育局智慧學理計劃而設嘅短期課程以及校本支援服務。詳情可以瀏覽影片下面嘅連結，亦都可以支持我哋，幫我哋 share、like 同 subscribe。下次再見，拜拜。